今仔日是228事件75周年，今年的中苏纪念仪式伫咧基隆市的市民广场举办。原因是广场边的田寮河是当初真侪基隆的民众去互杀害的所在。总统蔡英文今日伫遮办恢复名誉证书，予当年的受难者刘姓妇甲周金波的家属，嘛表示会顶真推动包含中正纪念堂在内维权上顶的程度行动。今年228事件75周年的纪念仪式选伫基隆市民广场举办，因为边仔的基隆港就是1947年21师上花无差别枪杀民众的地点。即天受难者刘新富甲周金波的家属也伫现场领恢复名誉证书。受难者家属搁再提起维权向顶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正义。要知道，一个真正受人尊敬的人，是自然而然存在人们的心里，并不需要铜像或大纪念堂来崇拜。这个纪念堂是由全民税金负担，由公家单位来经营。那我就不知道，我们这群受害者付的税金，还要拿来维护这个纪念堂，是情何以堪？总统蔡英文也回应，身为民主国家，无应该用维权的形式来纪念卸任的总统，会谨慎推动清除维权向顶。每一位总统的历史定位都应该由人民来决定，但是政府有责任介入威权时期的加害体制，有责任让人民充分的理解真相以后，才来做客观的评价。面对最近国际局势变化，看到乌克兰人民站出来捍卫民主，蔡英文也表示，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，民主是唯一的选择，团结是唯一的方法。未来政府会继续担起转型正义的责任，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。记者杨淑静、陈宝罗、基隆报道。